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咁今日就同大家講下，究竟我過去嘅一年返過啲咩工，最高峰嘅時期又返過幾多份 part time 呢？如果大家對澳洲生活、澳洲工作等等嘅 topic 有興趣，記得 follow 我哋，撳埋隔離嘅鐘仔，之後出片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有 follow 開我哋都知道，我哋到步已經好好彩，因為我係用 PR 嘅身份去揾工。我知道如果你唔係 PR 嘅話，揾工係更加難，因為有啲僱主可能見到你唔係 PR 嘅身份，直接篩走你嘅 CV，因為佢哋唔想因為簽證嘅問題，令到佢哋突然之間又缺人。不過根據我嘅經驗，即使你有 PR，而家喺澳洲揾工都唔係想像中咁容易。我直頭可以用低估呢度揾工嘅難度啊！就係因為一個經歷，令到我對揾工呢，其實有一個好大嘅誤解。喺到埗之前，我曾經都揾過本行嘅工，當時我係有一個 Zoom interview，成個過程大概30分鐘，而 interview 之後2日呢，我已經直接收到一個 offer。不過呢個地區離 Melbourne City 真係太遠，起碼要揸4個鐘車先可以去返 Melbourne City。所以就因為覺得呢個地區實在太 regional，我就直接 reject 咗 offer。就係因為呢一個經歷咧，令到我覺得喺 Melbourne 揾工真係好容易，要揾呢一定揾得到。最後前前後後，我係經歷咗大概1年幾嘅時間，先可以揾得返本行嘅工作。咁喺呢段時間裏邊，其實咧我都做過唔少嘅 part time。不過嚴格嚟講，其實只可以叫 casual，又或者你可以叫做黑工。點解我會講呢啲工其實係黑工呢？因為呢啲工佢係唔會同你簽合約，唔會同你承諾一個星期有幾多個鐘返工，人工你就預佢一定係低過最低工資。不過唯一嘅好處佢就係現金出糧，而呢啲工呢，其實都好受歡迎。因為喺澳洲有好多留學生要揾到一份工呢，都唔係咁容易啊！我呢都算幾好彩，因為我所有嘅 casual，就算係試工呢，都有錢收到。上網睇返，原來有好多人喺試工嘅過程，可能最後返咗半日，但係就係因為試工，個僱主直接連半日嘅人工都唔肯俾。我前前後後都揾咗好幾個月，終於俾我成功揾到第一份工。呢份工呢，就係喺餐廳做嘢嘅。我之所以成功揾到呢份工呢，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我識講廣東話。呢間店呢，就係以家庭形式經營，佢哋成家人呢，主要都用廣東話溝通。不過老闆呢，就唔係香港人嚟嘅。返咗呢份工之後，就發現呢份工根本就唔係咁簡單。最後我只係做咗1個月就冇做，因為間餐廳呢，其實已經係只開大半日，佢只係做早餐同埋午市嘅時段。例如返11點就放3點。不過到當日嘅時候，佢就突然之間改你間表，11點叫你返工，但係過咗12點半 lunch hour 嘅時候，佢就突然之間要你放工，時間車錢都嘥晒。所以我頭先所講話返咗1個月，其實實質我可能返咗4日左右，我就冇再做啦。第一份工我就係貪去廣東話方便溝通，不過依家諗返轉頭，都幾佩服自己捱咗成個月。第二份工正式嚟講，只係一個試工，佢嘅 job description 本身就寫得有啲模糊，工作嘅範圍由樓面到廚房都要包辦。不過我自己對烘焙亦都有興趣，所以我就去咗依間麵包鋪，決定去試一試。去到當日呢，真係去做一個烘焙位，
大概做咗6個鐘，中間呢就冇休息時間嘅。好記得當日大概1點鐘放工，我攰到返屋企，最後要攤喺梳化2日。呢份工其實做得都幾開心，不過返咗半日已經覺得好辛苦，所以我真係好佩服做廚房嘅人啊。第三份都係餐廳嘅工，今次貪佢喺屋企附近近近地，工作時間又相對地長。不過老闆呢都幾刻薄，佢一定要你返足13個鐘先包你餐飯。如果你只係返半日，你就要餓住咁樣放工。呢份工呢都係一份黑工嚟嘅啫，一星期返1到2日。第四份就係我返得最長嘅 casual，計返前前後後都做咗7個月。過咗試用期嘅話，佢仲會供返 superannuation，即係類似香港嘅強積金，人工亦都高過最低工資。咁呢份工呢，就係喺中醫店做 receptionist。我成功揾到呢份工呢，就係因為我識2文3語，識講廣東話、英文，仲有普通話。雖然呢就唔係好流利，不過佢哋就好滿意我嘅普通話。所以大家喺澳洲揾工嘅時候，記得其實我哋識廣東話呢，真係我哋嘅優勢嚟㗎。而呢份工亦都係我返咁多份 casual 裏邊返得最開心嘅一份工。第5份工終於稱得上係 part time，因為呢間公司呢係會同我簽合約嘅。喺澳洲工作呢嘅種類其實非常之多。喺揾工嘅時候，我就見到一個 position 都幾得意，就係喺私人護老院裏邊派餐啊。當時我就憑住自己喺澳洲裏邊有少少餐廳嘅經驗，再課金咗讀一個 online course，而正正呢份工呢，佢可以同我簽合約，亦都聽到好多人講，你有任何 local experience 對揾工之後呢都會好有幫助，所以呢，我就決定去試一試。咁因為我讀完個 course 之後呢，就有張 cert，揾工呢係超易。我一日呢已經收到一個回覆，2星期內仲搞掂晒 interview，出埋 offer letter，好順利，係順利得有啲過分啦。所以呢份工當然唔係咁簡單啦。返工實際嘅工作同佢 description 出入超大，伏味都幾濃。返咗工之後就見到佢嘅 turnover rate 好高，啲人嚟完之後不斷咁樣走。所以佢就 keep 住咁樣好快咁樣請人。我幻想就係拎住部 iPad 俾啲老人家去揀餐，然後就咁 serve 佢。但係到真實嘅時候，其實大部分時間都係要喺廚房度洗碗，幫廚房執貨、搬貨，搬10幾 kg 嘅麵粉啦、雪糕等等。見到佢嘅更表，幾乎每一個禮拜都會有新人返工。最好笑唔單止一個人同我講，有好多人返咗第1日就冇返，甚至有啲人返咗2個鐘覺得唔對路，就直接辭職走咗。最後呢份工我都返咗好短嘅時間，不過呢份工就俾我見識到澳洲私人護老院佢嘅設施真係相當唔錯啊！以上呢5份工就係我過去呢1年返過嘅所有 casual。最高峰時期，我同時之間返緊3份 casual。不過如果你計返時數嘅話，一個星期可能夾埋連10個鐘都冇，因為每一份工喺你初期嘅時候，一般只係會安排你返半日，因為佢好驚你好快會走，所以一開頭佢都唔會安排你返咁多工，費事嘥佢哋時間去做 training。我一路返住呢啲 casual，一路揾返本行嘅工。下一集我就會同大家分享一下我揾返本行工作一啲少少嘅經驗。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